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梦，欢迎收看福起来，喺阿明谷刘浩明。观众朋友，即个我去欣赏伊个画梦，每个空白个画纸里边，其实都在等伊个画家用伊个色彩，把伊变成一个有故事的内容。可是每个画里边，其实后边就有可能有伊自家嘅转述的一个故事，无论伊个理行。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咯，伊係一個理行嘅畫家，咧王淑妃先生來到我哋現場。伊今日來到我哋現場，我同人講，伊當初做乜會變成一個理行嘅畫家，同時也喺畫裏邊又有乜嘅無同樣嘅故事咯。我哋馬上歡迎下咧王守惠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一下故事。守惠老師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守惠。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守惠，謝謝您。先生，我想問一下哈，因為其實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係的畫家嘛，哈，那只是我知道說，其實老師之前好像不是一個畫家嘛。對。那你當初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旅行的畫家呢？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做畫家這件事情，因為從小我學的是鋼琴，所以我教了8年的鋼琴。之後呢，就是以大概大同學10歲的左右進入了那個大學插班電腦程式，所以又去學插班之後，又做了15年的電腦工程師，所以我最後一個履歷大概是在台南藝術大學當電腦程式設計師。那時候就整個搬到那邊去租房，到了晚上的時候就閒暇時間啦，就開始隨手畫。等我把我的那個程式設計的任務完成之後，突然覺得說，我之前都是幫人家設計，那接下來的人生我想要幫我自己繪圖，所以就開始了繪圖的工作，這樣。那聽起來，其實在你的人生裡邊，譬如說一開始係做搞鋼琴，嚇，咪學鋼琴搞鋼琴，後來又變成一個我能講嘗試的設計師，然後最尾都想要去畫圖，但是。我們常常會說理工腦跟所謂的理性腦是不大相同的。那這樣子的轉換對您來說，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呢？我覺得非常有趣，而且主持人有指出一個很重要的，它就是一個兩個腦袋左右腦在交換。可是剛好我鋼琴學的是巴哈，我專注在那個數位的對位，所以它是很接近理性的。然後寫程式，其實如果寫過程式的人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個空想，然後模擬跟分析。所以其實從電腦跟音樂，我覺得是有相近。那可是就是電腦音樂到最後繪圖的話，繪圖這段就比較感性一點。但是如果看過我的畫風，會發現我的畫風其實跟一般的畫法不太一樣，還是帶有我那兩個特質。因為有部分咯，如我哋睇差唔多睇天意堂嘅時間，我哋如果收計我哋現場嘅畫作，但是睇叫曬我哋嘅畫作以前咯，我哋常同啲觀眾朋友講一下講，因為其實喺畫作地方，如果係幾清楚嘅看到講，我哋啲蘇菲現場嘅畫作地方，有幾明顯嘅理工，我哋講個理性嘅部分同幾感性嘅部分。那個時候，其實我們要講嘅就是說，不僅是說理性腦跟感性腦的一個轉換的過程裡面。收入也差很多吧？我常常才講一句話，就是有穩定收入的人是個福氣。像我大概就疫情開始之後開始走這一條，因為疫情一來，其實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而且沒有想到一發生就是4年，然後相當就是等於是我把正職工作，我沒有辦法接受斜槓，因為沒有辦法一邊寫程式一邊繪圖。所以是整個工作辭掉之後，靠着我把之前電腦工程師的積蓄來養活我自己。就像主持人講的，我有可能1個月裡面的收入不到200塊，因為一開始的時候自己繪圖其實是自己喜歡，但是其實它要變成商品去販賣，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盲點啦，所以就是去擺市集，只要說有市集我就去。但是通常是整個去，然後整個回，沒有任何收入，所以後來大概將近今年到屏東這一年，才慢慢的有穩定的收入，跟更多的人看到我的畫作。那這中間你自己會感覺到很挫折嗎？很多機會想要我回去寫程式，因為我在程式就是南部的大專院校裡面算是很資深的。
很多那个对我来讲是有诱惑，就是哎呀，你反正画不了，你回来写嘛，我们都随时欢迎你。这些大专院校都欢迎我再回去，但是我都婉拒，因为我觉得说，因为我的年纪已经到了快要50，快要接近60岁，我觉得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我想要的第3专长。那再怎么苦，我顶多物质降低一点，我应该撑得过去。结果没想到一撑就是3年，很辛苦。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转化过程里面，你是不断的在告诉自己说，这其实是人生最后一个为自己转弯的时刻。对，我一直很等于说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为了五斗米，反而是为了我自己。我希望我自己在最后的时候是个名称，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大概是以这样在鼓励自己。那可是转换成画家之前啊，你自己有碰过绘画这部分的东西吗？我完全是自学。有人问我说：“那你是不是因为我采用水彩？”他说：“你为什么选水彩这个？因为水彩是地表最难画的水彩，但是我的水彩又不太像水彩，我用了很多广告颜料来，就是各种的媒体我都会用，就是因为我没有正式的那个应该说学术管道，不会有人跟我讲说应该要怎么画树，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看到这个树就长这样，那用我的脑袋，因为我应该是理工脑，就用这个来分析之后画下来，所以我的水彩是只有我自己的一种调色。这一部分我们有一点不懂，我想是不是跟观众朋友讲一下，什么叫做理工脑去分析色彩？像我们像我碰到很多同行或者是老师前辈，他会跟你讲说，你的渲染啊，就是水让它流下来的感觉，就像我常画的云朵的感觉，它其实是怎么样画一朵云这样。可是我的不是这样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它有几层，就跟我们电脑程式设计在说，我们会有几层的分析回圈，那我会一层一层叠进来，所以画图也是这样一层一层叠进来。所以我的水彩是第一层可能是水彩，后面可能我要压过去，我用别的颜料，所以他们就也没想过说我的原稿可以变成一本手册，他们会认为说摸过去大概就毁了嘛。但是我后来想尽办法，就用模型的那个亮光把它涂上去，就等于是一个印刷品。这个我常常碰到美术的学生在市集里面，他们都很好奇这个东西，拿起来看，就是以这种想法来创作，所以一直很坚持一本。我不会把我的画作当做一个框画，我把它做成一个手册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一直在练习，所以我的身边，像我现在所有带的东西都是复制的，所有的赠品都是给客人这样。可是头头那个讲法等于讲，你这个是用一种够理性、够理工的这种脑筋去分析我的那色彩的一种所谓的层层叠叠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像你今天所穿的 T 恤一样，上面是一只很可爱的黑狗，然后黑狗的上画面里面，有些是还没有上水彩的部分，那有些是有上水彩的部分。那有关于一个形象的完成，譬如说它到底像或不像，它到底是要写真还是写意，那这部分你当初是怎么做选择的？主持人，你真的很厉害。这个是我家的狗，这也是我的画，然后我把它翻拍到我的T 恤上面，因为我就是一只狗，跟我一个人到处旅游。那像这幅画的话，它比较偏向写实，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它在阳光下的照片。那它是坐在车子里面享受着阳光旅行。那其实我的画作除了伙房之外，很多都是跟旅行有关。就是我喜欢到处去，我不是写生，我都会拍照起来，然后回去找我最喜欢的光影，或者是我最喜欢的花朵，然后就开始练习。所以我一天可能今天想画夕阳，那我就会选夕阳，找一张照片，然后从头看到尾，看完之后我才下笔。所以我没有很多草稿，我这一个纸在我面前摊开，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就是结束，它就是一个完成品。所以等于是，你大概一个作品来说的话，第一个你会先去拍摄，从相片里面去挑选你今天可能要去绘画的一个素材，然后大概1天的时间你就可以完成，是不是？大部分都1天完成，但是我接了伙房系列的时候，伙房是我从来没画过的，而且它的砖块跟细节非常的多。伙房大概第一本的话画了4天，打草稿2天。
然后上色我又很害怕，又上了2天。跟相同的也要讲，其实你归多的东西是先拍下来，而不是先写生。当初为什么不是说去学习写生呢？因为其实很多从事水彩画的人，他们一定会说啊，我们要去写生哈，因为写生才能够去观察当地最接近自然的一个光影。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了用画图、用照片来当成你的画图的一个根源？我的想法就是因为照片的话，像现在照片很多都是有语言感觉，然后它色泽都会调得非常的艳丽。那对我来讲，就是受吸引的就是那些光彩。但是如果当下写生的话，要瞬间即变，所以我就没办法捕捉那个，而且我自己又不是一个本科的开始，所以等云飘过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那个云长什么样子。所以每一张画都是我一个练习。对，可是其实我希望讲，即时节的感觉，好，规些时的周然的感觉吧。因为对很多本科生来说的话，其实云朵到底其实飘过去长什么样子，对他来说，他们其实也不在意，他们其实就是画出他们自己心里面的那朵云。虽然他们是在现场写生，可是对于你来说的话，其实你会希望说，当下所带给你的那个东西，回去是可以慢慢的把它模拟出来的，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没错。它有点像那个回味，边回想到那个时候，所以我有很多画作，就是我现在画台东，那我就会联想到我台东的旅行。然后在伙房，像我常常跟现在伙房的伙伴说，我只要去万峦回来，我就会想画伙房，就会想再画一张，因为就感受到那个感觉，然后就会觉得那个热情，然后就会想要再画一次。可是对我们的苏菲欣赏的一啲描述里边，我就可以提供，其实对伊来講嘅話，畫圖一件事情喺人生裏邊最重要嘅一個轉折。首先下一堂節目，伊都同我哋小姐講，伊都係畫出來嘅我哋客家貨房係乜個樣嘅，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就來自高雄的王淑菲先生，同人講，伊當初讓我變成一個工廠師，變成一個離行的畫家。我想請問一下淑菲老師啊，因為剛剛已經提到，就是說，你怎麼從工程師轉變成一個旅行畫家嘛？哈，但是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你後來有畫了四溝水的伙房，那是一個怎樣的一個機會，會讓你開始去畫四溝水的伙房呢？我之前大概先就是在枋寮藝術村駐村，結果本來應該預計是3年計劃，結果沒想到半年之後他就撤村。那在枋寮藝術村的那個創作過程，會讓我覺得很懷念，因為你就是專心在那邊畫畫。但是沒想到我在網絡上就看到一個 FB， 就是萬巒有機書店，他就跳出來他要駐村的那個創作家。我想說，那我就偷偷看。結果沒想到他就說，我們有合作機會，所以他們大概在5月份就開始執行。那我大概在7、8月的時候接受他們的入選，所以我就去開了個會，然後他就針對我的特性，因為我那時候還不了解他們想要做什麼。那一次開會之後才知道說，他們希望以我做水彩的部分，畫10張的那個四溝水的風景，那主題不限，但是希望是伙房。他們希望伙房活化，所以我就那天的探訪，就是他帶着我們在小徑裡面走。我習慣拍照旅行嘛，所以我就當下就拍了很多照片回來，然後就創作了10張。最近在萬巒有機書店開始展示。那在這個計劃之前啊，你知不知道，或者是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伙房，或者是你對客家聚落這部分有沒有概念？我對伙房的概念其實一直都沒有啊，慢慢那時候覺得說只對那個文字很有興趣，就是人伙跟果多這兩個都是可以做伙房。然後實際上因為萬巒有機書店其實是一個伙房改造的，所以發現這種建築物居然都還是很跟現在的生活其實是很融合的，而且很人文的，才有概念。
然后真的我画了10张火房之后，发现我常跟我伙伴讲说，火房为什么可以这么美？随便怎么画都是很好看。那你是不是？我知道你今天有带一些作品在我们现场，你是不是可以借由你的画作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去分享，就是说，在你眼中的火房，或者是说你眼中的当初所看到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些景物，是个怎样的一个状况，好吗？嘿，我这次带了几张画作来，然后首页这张呢，其实是万人有机书店的那个主墙。然后其实我很少画人像，但是我的右边有几个人，其实那天就是我们的叫先锋者，就是这几个人，我拍了他们背，他们就是计划的执行人。因为这个活动完全是私家办的，就是没有领公家的费用，所有的规划全部都是这几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从无到有非常佩服，所以这幅画就叫做先锋者。观众朋友，各种喺画面底部可以看到我哋嘅苏菲先生嘅畫底部，用一幅畫底部，你會發現到講我哋蘇菲先生嘅畫，我哋嘅火房嘅時候，佢真係用嗰種鬼壁車的嗰種線來畫我哋嘅火房。亦都從頭到我哋睇體團底部去講到嘅，有部分其實都展現到講蘇菲先生一部分嘅我哋講理工腦嘅部分咯，而邊有啲畫底部嗬，而邊看上來嘅你的車的地方全部歸車，橫嘅地方嘛全部歸橫哦。就是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其實從這個畫作裡面就可以看到，其實您的理工腦的部分，其實在這個畫作，尤其是在火房的牆壁的時候，是非常清楚的呈現出來。因為一般來說，這個看起來就好像是有着色過的一個建築工程圖。那你自己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畫法，是您自己本身就很喜歡的嗎？還是說因為後來有人的建議才修正的？我曾經參加一些那種創生的活動，就是。然後那個老師，應該算導師，他看到我的畫作說，他建議我再回去寫程式。他說你連直線都畫不好，你還想要畫什麼？所以我就開始想說直線好，那就開始練習。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練習。所以像剛剛主持人講得很好，它就是一個工程圖。其實每一個我都會先透視看看，然後畫到裡面之後才畫線條。對。不是，但是我覺得，我相信那個老師真的是沒有想到，就是說您的那個理工腦還是把它這個線條直的線條畫出來，而且畫得很直。好，那我們是不是還有第二部的作品可以看？對。哦，這是我們在一般的火房裡面會看到我們講火堂。對。哦，火堂的部分。對。這張圖其實是，如果仔細看有狗在上面，其實它就是我學的第一句，可是我不太會發音。它是有空來聊，就是歡迎光臨的意思。那這隻狗當然就是我們家的狗啦。其實現場是沒有這隻狗的，但是它仔細看它的標題，它就是萬人有機書店的整個範圍。那萬人有機書店開在那個四溝水的部分，它就是一個火房改造的。那它採的就是比較最近的顏色，不是紅色的。那我想說，因為我之前都畫了很多紅磚瓦。那我很喜歡這個日式感覺，所以我就畫了，也是重點是它是萬人有機書店，嘿。而且其實從這個我們講火堂啊，火堂就是以前我們是一個算是火房裡面的一個共同生活的空間。那個空間裡面平常可以辦譬如說拜拜的時候也可以在那邊，然後平常的時候大家在那邊玩樂，甚至我們在秋收的時候，在收稻谷的時候要曬稻谷，也會在那個公共的空間裡面去做那個堂。對對對，就是合成啊哈。對，火堂。那而且對於我們所謂的出去外面念書的小朋友來說的話，其實回到那個火堂就等於是回到一個共通的一個生活環境裡面，就等於回到一個我們過去的記憶裡面。所以這次有更深的了解。好，那我們下一張的一個作品呢？那這張作品它所要代表的是一個怎樣的一個想法呢？它這個火房就是我畫的第一張的火房，那它可是很特別，它就是只有一半。然後一般人構圖不會這樣子構圖，就是應該會把火房畫在中心。但是因為我的畫最後都會變成手冊，所以有考量到這個部分。然後這個火房有個特別，它就是萬巒第一間的有機書店的媒合是借由一個協會媒合，然後它是一個火房跟一個台北的公司的媒介，所以造成像我們現在去看，從5月到現在，
其实这个有机书店的存在就跟一个社区的一个中心一样，对，所以就把他们这个是算一个指标性的伙房，所以就把它画下来。而且这个伙房应该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他大概没有办法一天完成的一个作品吧？对，而且有主持人有发现到，它都有很多的那个立体的。我觉得他们那个伙房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壁饰，对我来讲它就很特别。而且这幅画有个特点，就是我画完之后才发现我画少了一层，之后原稿可以看得出来少了一层，之后再用水彩再来修饰。对，所以这是蛮特别的一幅。而且从你这个画作里面，就像刚刚你所提到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你没有把伙房的正间哈，我们讲正杆啦哈，放在正中间，是我觉得那可能也代表了一个你刚刚所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从事于社区营造或者说所谓的地方创生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新跟旧一起在这个地方去融合。去共同的去创造，就像今天你的画作里面，你正中间看到的这些，其实是我们当初所传统里面会看到的一个主错啦，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在一个时代的一个改变之下，就像我们另外一边所看到，它会因为真正生活所需要，去改建成他生活里面真正所需要的一个样貌，但是我们还保持着传统的那一部分还是留在这里。对，真的是新旧夹杂，没有错。但是融合得很好。是，因为就是我们的传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融合在一起。那这样子，你在四沟水里面，除了在这个计划里面所看到的之外，你还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东西吗？这个吗？其实，在四沟水，我对它的印象就是因为一台车可以经过的路。然后对，然后会车的时候就想说我要靠左边开右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在走的时候，所以那边很适合散策，就是骑脚踏车或者是散步。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专家是要做壁画的，然后他带我们的伙房，就是从刚刚我们看的那个伙房比较正式的伙房，到这种已经有加过，就是有做壁画。然后我觉得我受吸引的倒不是这个壁画，而是这边的这个盆栽。因为老房子，然后它很多拱门，但是他们会做了很多的那个植栽，然后让它那个随风飘逸的花朵。所以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他称赞我说我的水彩画得很美，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植物很美，所以我觉得伙房会吸引我，除了建筑就是红砖加上植物，所以这张我就想要画出那个感觉。可以特别的讲，跟你这个讲，你这个其实画嘅係测温嘛哈，你要画的是那个植物，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另外一边的所谓的它的彩绘的那一部分也放在你的画面里面？它的地方是这个是黄色，然后我的植物是绿色，红砖是红。那在四沟水的时候，我很少看到这个颜色的构造，然后我觉得它很有特色。我就想说，我希望画一点有特色，所以我就把它画下来。所以说，在对比的状况之下，你还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墙面放进这样子的画作里面。不过我有尊重那个创作者，他有3个农耕人，我只画1个。是。那还有其他的一个观察吗？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在一个我们的算是伙房里边哈，因为其实几多的伙房，因为过适合物件的人，还嗰数其实有时就我哋嘅精神以外哈，我哋嘅亮片咧，我哋以前讲的想法，有时会改变成某像那样的。从它画作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应该也是一个算是改良后的一个民宅了哈。对。它有一点特别，是它的红砖瓦还在，然后它的摩托车是很吸引我的主题，因为这种摩托车要照顾得很好，又可以骑。然后那天那个万峦乡乡长他就有看到这幅画，他说他也是骑这个打挡车，然后他整个因为蓝色的门、蓝色的车，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白色的底。所以其实这几张都是我在万峦小径里面走的散策的。可是推下画作地方啊，我发现到讲，其实苏菲先生意思个，透过伊的画作地方的内容地方，同我哋嘅神法有几多关系，同时同人嘛有几多关系。首先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现在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王淑菲先生，同你紹介講伊睇49歲畫嘅畫作。接下來節目呢，也同我哋紹介伊睇目前我哋行地內來畫嘅畫作。我想請我們的手繪老師幫我們介紹，就是除了四溝水之外啊，我知道其實你也很常去其他地方旅行嘛。对。那是不是有一些畫作可以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我非常樂意跟大家分享我旅行的畫作。第一幅看起來就像一個有人說夕陽，其實它是日出。是。我在台東的住的那一年的話，它就是在我面前就可以看到這種景致，就是一個日出從海上升起。那我在那邊也收集跟畫很多，因為我那時候牛是可以養在你的身邊的，在馬路上，所以有時候是跟牛一起行，那個是蠻特別的一個經歷。對。那可是在這畫作裡面，既然你要畫的是日出，為什麼你的正中間卻放了一個幾乎是擋住日出的植物的一個算是剪影嗎？對。對。可能跟心情有關，那個是很糾結的心情嗎？對。所以這張我很喜歡，是因為它很糾結，然後日出下來的海其實是灰色的。對，我覺得主持人你很敏銳，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有一點暗暗的 blue 的感覺的一個畫作。對，但是它呈現出來就是一種怎麼說？它看不出，因為很多人在描述日出的時候，就會用一種希望啊、光芒啊，對，好像就是一天的開始。對。可是就像你剛剛有提到，這個日出看起來像日落。對。好，而且它就呈現出所謂的剪影般的那種糾結的那種植物。對，所以說那一天的畫作的心情，並不是十分的美麗。對，應該是很糾結。所以我覺得後來選的畫作，就是當天我要挑出我想要畫的畫作，跟心情好像越來越密切。對，真的是被發現了。不過這個就真的就是一個繪畫裡面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說，其實你會不自覺的去把自己的當時的感覺，借由自己的畫作所表達出來。對，就會把自己也曝光出來，當下心情。但是其實也不要說曝光了，共鳴吧。其實會喜歡這幅畫的人，說不定其實那個時候的心情，其實跟你是很像。對，跟我有共鳴。沒有錯。對。好，那我們第二幅的作品呢？這個第二幅的作品看起來就很快樂咯。我很喜歡這個裝置藝術，這個是2020在台東的裝置藝術。如果我們開車去台東的話，你會發現遠遠就看到兩個螺旋狀這個，而且它是用透明的那個 L 型的夾定起來，然後人可以走在裡面。因為藍色對我來講非常有吸引力，它就是一個透透的感覺。所以這張畫其實是主題是藍色回旋，但是它其實呈現的是一個在台東的氛圍。對，然後其實我是希望說，像這份就是像主人講的，有愉悅的感覺。有一種安靜的愉悅感。對，但是它還是一樣沒有偏離我的手冊，就是主題一定會在某一邊，然後另外一邊是手冊，所以構圖還是沒有把它放中間，所以我的構圖都會有一邊是主題在這邊，比較跟人家不一樣。對，但是至少它在整個畫面的呈現上面，你已經把天空跟所謂的海跟地板幾乎成了5:5的一個，那海只是變成了裡面的一小段的一個比較深藍色的畫面的一個視覺的中心。那當時在畫這幅畫的時候，是一個很開心嗎？還是很平靜的心情？想念台東的心情。所以說這個是回來之後畫的。對。離開台東的時候畫的。對。有時候因為有時候在工作在萬巒，像這次我大概1個月會回台東一次，然後我的血液裡面應該有藍色的氛圍，然後這次因為萬巒藝術季，所以我大概已經有快要半年沒有回去，所以很想念台東的時候就畫台東。很想念客家的時候就回去畫4。對，我就去萬巒，就說就會畫客家的。我們來看這個，這個是我們高雄屏東的那個鐵橋嗎？對，我住在屏東，我一直想畫屏東。那屏東鐵橋，其實我畫過它的花海啊，很多火車經過。那天我就專程去拍夕陽，所以這個夕陽跟剛剛前面的日出剛好對應，不同的氛圍。這個反而很像日出。對，這個對我來說像夕陽。真的嗎？我還想繼續聽老師對於這幅畫當時您的想法。我待會兒再跟你分享我的想法。真的。它其實因為
就是我觉得它也是像工程图，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的画铁桥，然后新铁桥是很平顺的，然后那天就要挑战这个，没想到我挑战完之后，因为而且它是斜边，画，这个也画很久，光打草稿。可是如果打完草稿画剪影就很顺了。但是我很喜欢这张，是因为它的那个橘色，它的夕阳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没有在上面，没有在下面，就刚好在铁桥中间。怎么我冇講，其實也冇法特別對阿明姑來講係一啲銀行算夕陽，因為其實對嗰度平常會睇高雄屏東來來回回嘅一啲，唔管係學生來講，嘛好上班族來講嘅話，其實對銀行對高雄啊，幾多屏東嘅時節，早期我哋行到有一鐵橋，我哋都地講幾耐嘅。幾多都卡嘅，幾多屏東嘅。嗰個時節常常係我哋差唔多我下班的時間啦，下課時間，我們會經過這個鐵橋，然後看到的都是夕陽。因為你們只要經過這個鐵橋，看到那個夕陽，我們就知道我們要回家了。所以說那是一種回家的既視感，你懂嗎？就是其實我們常常奔波在外面，我們有時候看到某一個點，我們就知道說啊，過了那個橋，就是回家的路上。對，所以說我看到這個橋的時候，我第一個就會反應說，那應該是夕陽，因為那就是回家的一種感覺。對。那像老師你自己本身當旅行畫家，當然是就是說一方面旅行，一方面去做畫作。那這中間有沒有所謂的，就是說你會有瓶頸啊，或者是畫唔出畫來的時間嗎？常常。對。可是畫作其實像，如果說今天是一個，你身邊是有人監督你的，或者是你有一個一起的夥伴，你就可以有一個吞吐的對象。但是我現在都是自己跟一隻狗，所以變成說你要監督你自己，今天坐下來完成的作品才可以睡覺。所以我要求自己這樣子大概有4年的時間，所以我的畫作應該有1000筆。但是沒有全部都售出啦，就是1000筆的畫作這樣練習，所以今年的畫作可以售出，也是我3年前的努力。但是現在有一些像瓶頸，就是比如說我想畫的東西，我的構思，如果這本手冊跟我很久，就表示我的構思並沒有被獲得共鳴，就是我還沒有找到共鳴的客人。那這就是那我下一筆我就會有一點猶豫，我想要畫我的東西，那我是經濟考量好呢，還是畫我想畫的呢？那就要看我當下的心情，對。可是通常我都會選我自己的心情，所以我當下還會決定說，畫一些沒有人看過的主題，就像我們第一張的那個隆倉的日出，沒有去過台東的人並不知道那個剪影，但是我還是想呈現那個氛圍，對。所以說，等於是說你自己在遇到瓶頸的時候，你還是會有天人交戰，到底是要選擇一個大家比較能夠接受、比較有共鳴、比較 common 的一個主題，還是講去做這個想要做的事情，畫這個想要畫個圖，但是以今仔日精神來講的話，你還是去選擇一個這個想要畫的一個主題。我想選擇自己想畫的主題，才不會有愧於你真的是這麼大費周章的去放掉原來這樣子的一個工作，轉到你人生裡面那麼重要的一個轉彎。那畫到現在，其實你也算是畫出了一個算是小天地了哈。因為現在你看你也被應邀當成是一個駐村的藝術家，同時您的畫作也開始有人欣賞了。那未來呢？對於未來有沒有什麼打算？我一直期待自己就是從一個市集的小攤商，就是我去市集展售我的東西，到有一個店面，或者是我可以參加屏東獎的，就是甄選。我希望我的畫作是有被肯定的。但是因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時候，雖然一直強調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希望說我的畫作讓一些本科系的人也會認同說，你其實是有認真在學習，認真在畫圖。我還沒有認定說自己是一個畫家，我就認定我自己是一個旅途的繪圖者、生活家，把我繪圖的所見所得繪出來，然後分享給大家。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拿到我的手冊跟我的畫作，像我這個把它框起來就放在家裡看的時候，就會一直回味那個時候。就像主持人講的，看到這張就想到他回家的心情。對。在節目的最後，我想請您回想一下，說當時願意放下
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转行毅然的转行变成一个行动画家的一个过程。您现在的对于这样的过程，你的一个想法跟心得好吗？4年前疫情发生的时候，刚好就是我做决策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说，越艰困的环境会逼你越成长。所以4年可能，如果说是没有疫情发生，我可能应该会回去做工程师，因为人的一种为什么我做不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毅力出来。所以那个4年，其实这包括今年啦，疫情开始解放之后，我才有办法去市集，才有收入。但是那前面3年，我没有靠任何人的帮助，我都靠我自己存下来，因为我毕竟是工程脑，所以我很多细节都有写下来，我能撑到哪一年，只是时间比我想象中的久。但是我今年开始收到一些成果，比如说我很荣幸参加福气来的节目，发挥我的那个客家的火房，然后我又参加了万人的驻村，对，我希望我明年可以参加2023的屏东奖。这都是我一个往前进的一个那个鼓励啦。嗰種人生睇伊啲雖然講睇中央是個專辦，但是也專辦對這家伊啲人生嚟講，我話係伊啲貴重嘢為啲家庭。嗰啲對今日節目地方，我都發現到講，嗰種人吧有乜個想做嘅，因為講一件事情對人生貴重嘢嘅話，大家去做冇天慢哦。今日佢感謝我哋嘅儲備先生，我現場都分享很多200個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老師，謝謝各位觀眾，謝謝。休息下喎，等聽下等先下來傾下運通哦。我跟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